喺娛樂圈呢個紛繁複雜嘅大舞台上，明星嘅人品經常成為大眾熱議嘅焦點。張柏芝呢位曾經紅極一時嘅女星，佢嘅人品爭議就好似一團迷霧，始終籠罩喺公眾嘅視野度。向太陳吶直話直說佢成日都講大話，而前夫謝霆鋒就公開讚佢內心善良，兩種截然不同嘅評價，令張柏芝嘅人品成為咗一個難解嘅謎題。直到而家，佢喺不經意間嘅舉動，終於好似一束光咁，穿透咗呢團迷霧，暴露出咗佢嘅真實人品，亦令網友們漸漸明白，究竟邊個喺講大話。向太陳吶同張柏芝嘅緣分，要追溯到1998年，嗰時張柏芝先至18歲，青春年少，但不幸陷入咗江湖追殺令嘅絕境。命運嘅轉折點出現喺向太陳吶面前。佢睇到張柏芝眼神度藏住嘅倔強，心中不禁動了惻隱之心。向太憑住自己強大嘅人脈關係，幫張柏芝搞掂咗債務危機，仲將佢簽入咗自己嘅公司，親自對佢進行栽培。向太對張柏芝嘅栽培可謂係不遺餘力，真金白銀咁投入，只為俾佢鋪就一條星光大道。佢親自引薦張柏芝同周星馳合作，令張柏芝擁有咗個被讚為時代經典嘅角色，從此喺娛樂圈嶄露頭角。當張柏芝同劇組起衝突嘅時候，向太總係第一時間親自出面調解，就好似一位守護天使咁，為佢排憂解難。甚至喺張柏芝無家可歸嘅時候，向太仲俾佢住入自己屋企，將佢當做親生女咁照顧。唔止咁，向太仲動用各種關係為張柏芝量身定製電影。喺向太嘅精心打造下，張柏芝喺24歲就憑住出色嘅演技，成為咗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。領獎嗰日，張柏芝站喺領獎台上，眼中滿係眼淚，佢含淚坦言：冇向太就冇我。嗰一刻，佢哋之間嘅情誼好似堅不可摧。然而，隨着張柏芝成名，佢嘅任性都逐漸顯現出來。喺同劉德華合作警匪片嗰陣，張柏芝為咗買限量版愛馬仕包包，竟然擅自離開片場。呢一舉動可苦咗全劇組嘅人，大家都只能苦苦等待佢嘅歸來。最後仲係向太親自趕到商場，好話醜話講盡先至將佢勸返咗片場。仲有一次，鄭佩佩爆料稱，張柏芝曾經因為唔滿意造型而罷拍。劇組頓時陷入咗混亂，最後又係向太出面要求更換3套造型，先至平息咗呢場風波。2006年，張柏芝同謝霆鋒結婚嘅消息，令向太感到無比寒心。嗰時，謝霆鋒嘅口碑喺圈內並唔係幾好，向太並唔看好佢哋呢段感情。但張柏芝就完全唔聽向太嘅勸告，甚至喺合約期內為咗結婚提出解約。佢唔顧高額嘅違約金，直言愛情比事業重要。盡管如此，向太後來依然會當眾為張柏芝發聲撐腰，但兩人之間嘅關係卻已經悄然發生咗變化，變得有啲尷尬。2015年成為咗佢哋關係徹底崩塌嘅導火索。向太力排眾議，俾咗張柏芝一個關鍵角色。張柏芝拍住心口保證自己會悔改，甚至主動提出唔收片酬。向太俾佢嘅誠意打動，仲特意俾咗佢211萬港幣嘅開工紅包。但邊個都冇諗到，張柏芝攞完紅包之後就失聯咗，開機嗰陣根本見唔到佢嘅蹤影。更離譜嘅係，張柏芝返組之後，因為唔滿意戲份安排，竟然當眾辱罵製片人，仲發信息陰陽怪氣咁指責。喺呢之前，張柏芝嘅種種行為早已耗盡咗向太嘅耐心。當佢再次罷演，導致劇組損失百萬之後，向太公司終於忍唔住發佈咗聲明，永不錄用。從此，向太同張柏芝好似就徹底撕破咗臉皮。向太仲直話直說嘲諷張柏芝成日講大話。2021年張柏芝生第3胎嗰陣，向太仲拐彎抹角咁諷刺佢，連個仔嘅爸爸係邊個都唔清楚。曾經始於扶持嘅美好緣分，最終卻以決裂而落幕。張柏芝嘅風評亦因此受到咗好大嘅影響。
對於張柏芝嘅人品問題，仲有另一個截然不同嘅版本。呢個版本來自佢嘅前夫謝霆鋒。謝霆鋒同向太嘅講法完全相反。對於張柏芝，佢永遠係誇讚同認可。佢哋曾經嘅真心相對，更加被讚為香港娛樂圈嘅意難平。2001年，21歲嘅謝霆鋒同19歲嘅張柏芝因戲結緣。嗰時，謝霆鋒已經係爆紅嘅頂流歌手，而張柏芝就剛剛喺娛樂圈嶄露頭角。兩人喺片場內互動默契，戲外更加漸生情愫，愛情嘅種子喺佢哋心中悄然種下。然而，佢哋嘅愛情發展並唔似彼此心動嗰陣咁順利。2002年，謝霆鋒因為頂包案陷入低谷，一時間輿論壓力鋪天蓋地。但張柏芝並冇喺呢個時候離開佢，而係公開陪伴喺佢左右。佢哋郎才女貌，喺輿論爭議之外，依然能夠得到好多人嘅祝福。但感情仲未穩定，兩人就宣布分手咗，隨後各自陷入咗新嘅戀情。直到2006年，謝霆鋒低調求婚，同年9月兩人就登記結婚。再後來，佢哋嘅長子出生，張柏芝亦終於得到咗謝家人嘅認可。婚後，佢哋曾經被讚為圈內嘅模範夫妻，生活好似幸福美滿。2010年，次子出生嗰陣，謝霆鋒喜極而泣。佢公開表示，家庭係人生最重要嘅事，甚至為咗多陪下個仔，推咗好多高片酬嘅工作。但張柏芝並冇因為謝霆鋒而就此安穩落嚟。曾經震驚全網嘅照片門事件，就好似一顆重磅炸彈，將佢哋嘅生活炸到粉碎。嗰時，謝霆鋒唔顧輿論嘅壓力，堅定咁陪伴喺張柏芝身邊。喺爭議嘅漩渦中，張柏芝先至能夠安然無恙咁完美抽身。但邊個都冇諗到，張柏芝就唔計前嫌咁同陳冠希合照。呢一行為無疑係將謝霆鋒嘅臉面徹底撕碎。隨後，兩人就宣布離婚，結束咗5年嘅婚姻。網友們對此猜測不斷，但兩位主角卻始終沉默唔語。離婚後，雙方更加從未公開指責過對方，彼此體面咁處理住呢段感情，喺紛亂嘅娛樂圈中顯得尤為難得。離婚後，謝霆鋒喺採訪中提及張柏芝嗰陣，從未有過半句負面評價，反而主動誇讚佢。尤其係2018年，佢喺訪談中被問及家庭嗰陣，更加唔顧爭議，直言最感謝張柏芝。喺謝霆鋒嘅口中，張柏芝係個敢愛敢恨、善良純真嘅人，而且作為母親，佢將兩個仔教得好懂事，從來冇喺個仔面前講過爸爸嘅壞話，反而主動維繫住父子關係。所以，網絡上對於張柏芝嘅人品評價又多咗一種傳言。一個話佢係講大話精，一個話佢係大好人，兩種天差地別嘅講法，令張柏芝嘅人品成為咗一個永遠都解唔開嘅謎題。但邊個都冇諗到，而家佢卻親自俾出咗真實答案。而家張柏芝正喺錄製綜藝《一路繁花2》。曾經佢被評價為唔好合作，情緒唔穩，但在呢次節目中，佢卻表現得格外乖巧。而佢對粉絲下意識嘅舉動，更加好似一把鑰匙，打開咗真實人品嘅大門。錄節目換場嘅空檔，張柏芝身着黃色薄外套喺門口等候。嗰時，佢突然睇到3位粉絲已經喺原地站咗好耐，冇絲毫猶豫，佢主動走上前，關切咁詢問對方嘅情況。喺聊天嘅過程中，佢注意到粉絲凍到發抖，立刻追問係唔係凍。當粉絲小聲承認之後，接下來嘅一幕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。張柏芝下意識咁轉頭對助理講：將我件外套俾佢着。話冇講完，佢便將自己身上價值萬元嘅外套脫下，遞俾咗對方。整個過程行雲流水，冇絲毫設計痕跡，完全係佢嘅本能反應。張柏芝呢個行為被傳到網上之後，迅速走紅。網友們對此亦係格外感觸，因為佢哋知道佢唔係為咗鏡頭，唔係為咗作秀，僅僅係出於自己最本能嘅善意。下意識嘅關心，
比外套嘅價格更加值錢。佢就好似一面鏡子，清晰咁映照出張柏芝內心嘅善良。除此之外，節目組工作人員仲曾經私下透露，張柏芝喺節目中冇絲毫架子，睇到嘉賓行李多，佢會主動走上前幫手拎，甚至仲自掏腰包買零食分俾所有工作人員。呢並非係佢刻意對住鏡頭表現，更加好似刻喺佢骨子裏嘅習慣。而且佢唔裝嘅敬儀，亦體現喺佢嘅打扮上。45歲嘅佢喺節目裏紮住紫色裝辮，着住芭比 T 恤，看似活力滿滿，但唔難發現佢渾身透住生活化嘅鬆弛。而呢，更加係同佢直播時素顏聊天嘅狀態如出一轍。對於張柏芝嚟講，好似從來都唔怕展現唔完美嘅自己。正如佢所講，嚟節目就係想俾大家睇真實嘅世界。佢帶住生活氣嘅真實，早已係娛樂圈最難得嘅嘢。脫外套嘅本能反應，恰好回應咗關於佢人品嘅爭議。向太曾經直話直說佢成日講大話、自私耍大牌，而前夫謝霆鋒卻始終維護佢，話佢骨子裏善良、教娃有分寸。而家睇嚟，究竟邊個所講係真，早已有咗答案。自私愛作秀嘅人，又點會做出咁暖心嘅嘢呢？冇經過大腦嘅下意識反應，絕對唔會呃人。一件外套再貴，都唔及下意識嘅關心值錢。張柏芝嘅關心善意係發自內心嘅，而唔係為咗作秀。呢個行為同向太口中嘅形象完全對唔上號。而張柏芝嘅舉動亦恰恰印證出謝霆鋒嘅評價。佢脫萬元外套贈凍姜粉絲嘅瞬間，係未加修飾嘅本能善意。下意識嘅溫暖同向太自私耍大牌嘅評價格格唔入，但卻能夠精準印證出謝霆鋒對佢骨子裏善良嘅維護之意。唔使設計嘅舉動，比千言萬語更加有力，亦令邊個喺講大話，邊個喺講真，清晰明了。喺娛樂圈呢個充滿誘惑同虛假嘅大染缸裏，張柏芝用自己嘅實際行動，向世人展示咗佢嘅真實人品。或許佢曾經有過啲任性同錯誤，但嗰件脫下嘅外套，就好似一道光，照亮咗佢內心深處嘅善良。佢用自己嘅方式，書寫住屬於自己嘅真實故事，亦令那些曾經對佢人品有質疑嘅人，重新認識咗呢位真實而又溫暖嘅女星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